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用 RGB 燈、光敏電阻同埋可變電阻嚟整一個動態燈光控制。首先，我哋攞一粒4隻腳嘅 RGB LED 燈插喺麵包板嘅 A2、A3、A4 同 A5，跟住攞3粒330歐姆嘅電阻。第一粒由 E2 駁去 G2，第二粒由 E3 駁去 G3，第三粒由 E5 駁去 G5，跟住駁電源由 Arduino 嘅5 V 腳位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，跟住我哋駁負極，由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駁一條線去 Arduino 嘅 GND 腳位，之後由 E4 駁條線去麵包板負極，呢個係 RGB 燈嘅公共陰極。之後駁信號線由 J2 經電阻連接藍色引腳，駁一條線去 Arduino 嘅 D11 腳位，再由 J3經電阻連接綠色引腳，駁一條線去 Arduino 嘅 D10 腳位，最後由 J5經電阻連接紅色引腳，駁去 Arduino 嘅 D9 腳位，跟住到可變電阻，我哋將佢3隻腳分別插喺 B15、B16 同 B17。駁線方面，中間嘅26係信號腳，駁一條線去 Arduino 嘅類比輸入 A1，左邊嘅25駁條線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，而右邊嘅27就駁條線去麵包板負極。最後我哋將光敏電阻插喺 B25同 A26，由 E25駁去麵包板嘅正極，之後由中間嘅 E26駁一條線去 Arduino 嘅類比輸入 A0，之後攞多一粒10K 歐微嘅電阻插喺 B26去 C27，由 E27駁去麵包板嘅負極。好，所有硬件元件同複雜嘅線路已經全部駁好晒啦。最後我哋打開右上角嘅程式碼，呢段 code 嘅重點係同時讀取類比輸入 A0嘅光線數值同埋 A1嘅可變電阻數值，用呢兩個感應數據去動態運色，控制 RGB 燈輸出唔同嘅顏色同埋閃爍頻率。check 完個 code 冇問題，就可以點擊開始模擬。你睇。當我哋去調整光敏電阻嘅光暗，或者去扭動粒可變電阻嘅時候，RGB 燈就會跟住即時變色同埋改變閃爍速度。呢個好玩嘅複合控制就係咁簡單，大家快啲跟住試下啦！